代表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咧，衷心感謝香港互動事務商會嘅頒發嘅享譽品牌大獎公共交通呢個獎項咧，係對公司多年嚟嘅創新同埋用心服務嘅肯定。港鐵除咗營運高效率、可靠同埋安全嘅鐵路服務之外咧，呢幾十年嚟亦都致力建設鐵路、建設社區，促進香港嘅發展。公司咧而家正係全力推進新嘅鐵路項目，並善用科技同埋技術咧，透過高效管理去推進工程、建鐵路、建社區同埋建設香港嘅未來。隨住城市不斷發展咧，港鐵會與時並進，維持我哋高水平嘅服務，繼續以安全、可靠同埋高效嘅鐵路服務咧，推動城市前行，令港鐵成為大家心目中嘅享譽品牌。多謝大家。